喂，邊個依期咩料啊？猛料！有街坊私信我，成日話珠海關口啊啲樓價好貴。今日我帶大家睇一個距離5分鐘關口嘅無敵海景屋苑，首付只需要5萬蚊，月供3800，仲送埋全屋家私家電。Go go go！到啦，就喺呢度。睇你唔降價啦，我手平你啊！恒溫泳池一個，泳池一個。東南亞熱帶雨林風格，大家鍾唔鍾意啊？當然，健身房都不可缺少嘅。收到，請指示。OK。睇下個廚房咩情況？收到。哇！隻廚房好大啊，4、5個人住菜都冇問題。西門子電器全贈送。睇下個客廳。哇！隻廳好大啊，預計1000尺，3個兩廳兩衛。啊！睇下陽台有冇阿珍？陽台冇阿珍啦。啊！華發商都有一個，珠海中心有一個。啊！對面就係澳門。嗱，仲有個海景光景。睇下房間。哇！啲房間都好大啊，好大。呢度仲有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啊！呢度咧又係望住橫琴，望住澳門嘅。睇下主鑊有冇阿珍？哇！呢度都一間好大個房。六哥，嗱，阿成、阿珍要揾到。嗱，啱啱大家睇到嘅呢個1000尺示範單位，鍾唔鍾意呢？咁首期只需要5萬蚊啦，月供都係3800啫，全屋嘅家私家電都係贈送俾你㗎。有冇想同我做鄰居嘅呢？WhatsApp call 我啊！